嗨，大家好，今日講嘅係星岸資料嘅第15個視頻，介紹演員李志。生辰資料可以喺百度維科下載。星盤中有個特別性格，羅繼蘭節漏出子氣，擁有咗羅繼節漏嘅命主，都喺人生中挑戰高難度目標，投戰成功嘅例子比較多。李志人生簡單講，多情轉折與低調跡。李志嘅人生軌跡包含多重關鍵轉折，卻因極低嘅公開度而帶有神秘，有公開資料中難覓細節。其核心經歷可概括為以下階段：早年起點與地域遷徙，出身上海單親家庭，早年經歷困頓生活，後輾轉移居香港，並曾前往美國讀書，完成個人早期嘅地域與學歷積累。公眾身份起點喺美國返港後，參加選美比賽，即亞洲小姐選舉，憑藉獨特氣質脫穎而出，由此打開公眾視野，成為港圈關注對象。跨界嘗試與情感歸宿，離開演藝領域後，曾前往中國內地開展你嘅創業嘗試，情感路上與李連杰相遇相戀，最終步入婚姻殿堂，此後逐漸淡出公眾視線。整體而言，李志人生嘅關鍵節點，如讀書經歷、創業細節、家庭生活等，缺乏公開詳細資料。其人生故仔喺公眾視覺中呈現關鍵元素多、具體細節少嘅神秘特質。星岸將每個喺 YouTube、Facebook 同 Reddit 更新，歡迎有興趣嘅朋友觀看。李志嘅視頻就講到呢度，多謝大家嘅收看。